阮顶的上主，愿你的神甲阮三角伫地。当你讲我有听恁的时阵，愿阮想起你伫啥物事听阮，开阮的心，帮助阮，将你的话入调阮的心，开阮的耳孔，帮助阮听着，也知影安怎去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免。万军耶和华讲，伫我所定着的日，因要归伫我，做特别的宝贝。我要疼惜因，亲像人疼惜迄个服侍伊的囝儿。马拉基书，咱的第一个印象应该就是每一届咱摕到奉献的时阵，就会摕出来讲的一卷册。特别是咱拄则所读到的其中的一节，恁着用10分的1份，完全送入府库，互我的厝有米粮，用即个来试我。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仔，饼福气，互恁到无底通下无？即几年有真济的戏剧、真济的影片，咧探讨着教育即个问题。其实咧选择马拉基书做纪念主日的讲道，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特别是真惊咱会陷落去，咱常常伫即段经节的即个误解。伫咧去年的时阵，我看到一出的电影，互我重新来思考马拉基书即段的经节。即出的电影是一个印度的拍的片，叫做《我的格格老师》，考乌啊，迄个大哥，我的格格老师，是一出真温馨、真激励人的影片。伊的主角是一个女生，伊自细汉得着一款病，叫做妥瑞氏症，就是伊的身躯下面会无法度控制来丢筋，或者是发出声音，会搅扰着别人，会搅扰着边仔的人的一种的病。毋过，即个女生，即个女主角，伊真想要转来到伫教育界来服侍服务。所以伊一路上即个求职的即个过程拢真困难。伊伫经历着18届的面试，拢互人拒绝了后，伊就要放弃。最后，伊伫伊家己的母校，也就是一间贵族学校，找着伊一个专职教师的一个工作。毋过伊马上就知影为虾米个学校要用伊吼，因为伊互学校派伫一个全校唯一的灾难，也就是上皮上硬，永远咧惹麻烦的遮个学生。即个班级也是即间学校，即个贵族学校，因为着配合伊个政府所开设一个义务教育的一个班级。所以，遮个学生，因是一群来自即个贫民窟的囡仔，甲遮个其他的学生其实真无共款。因的生活、因的价值观、因的逐种的代志、逐种的物件拢无共款。刷落来的剧情，其实甲前几年真红的即个放牛班的春天要共，就是即班的学生，因一定就是换过足侪老师。每一届来即个新的老师，因就想要甲伊赶走，甲伊老师创治，一直就是对老师大细声，要插毋插安尼。总是即个老师会伫安尼的困境中间，伊一开始带着真大的热情，真大的抱负，一直到伫中央，伊会怀疑伊家己的能力，到伫最后，伊会持续用伊的疼心耐心。帮咱遮个共款，特别是即出电影，即个女主角共款，特别是遮个囡仔甲伊，拢是受别人轻视排斥的一群。所以，即个老师伊帮咱遮个囡仔重新找着因家己的价值。当上帝伊透过伊的使者马拉基对以色列人讲，就用应该纳的10分的一份，用即个来试看卖。是毋是就亲像电影中间即个老师对伊的学生一样？伊对即群原本无要插伊的学生的疼，甲愿意付出的心，其实一直拢伫咧。只是爱等待因愿意回转的时阵，愿意亲近老师的迄个时阵。耶和华默示的话，借着马拉基传互以色列的，就是耶和华讲：我有听恁，总是恁讲。
你伫什么事疼怨？这是伫马拉基书一开始所讲的。当圣殿甲圣城即个围墙中间做年，遮以色列人民因为原本真欢喜、真噗噗，要做即个中间圣殿即个工作，因的热情渐渐消退。因开始伫礼拜、伫奉献、伫因的社会伦理中间急旋旋。先伫伫安尼的境况中间，伊来传讲，遮就是上帝传讲上帝对以色列的疼。阁有遮也指出，就是这是因的背信，以及遮的人民对上帝的不忠。马拉基书短短啊，干那4章尔，是耶和华上帝甲伊的囝儿之间的对话，特别是上帝伊连续对因的控诉，来显明因是怎样来违背上帝的命令。常常咱会将重点放伫第3章第10节。总是即个规个段落的开始，会当为第2章17节，若是咱手头有圣经，会当来看者。恁用话刁难耶和华，恁还阁讲，愿用什么话刁难伊啊？因为恁讲，既若做歹的，耶和华看伊做好，阁欢喜伊，也是公义的上帝伫倒落。即个开始，若亲像遮以色列人因咧埋怨，因咧甲上帝斗讲啊，哪会安尼？哪会无公平？为第2章17节一直到第3章15节，上帝伊结束伊的讲话。伫伊讲话中间，上帝伊不只是解释，并且对遮的以色列人提出挑战。耶和华特别祝福以色列人，并毋是因为以色列较敖奉献，是因为以色列尽了因应该做的本分。换话来讲，耶和华的囝儿因受到祝福，并毋是因为因的奉献，是在伫因做了因本来就应该爱做的代志。这会当撒转去到伫历代志下卷，也就是希西家王的时代开始。对迄个时代开始，就设有即个特别的仓库，是用来收遮的人民所缴的是伊奉献的遮的五谷。遮个仓库可能是伫圣殿内底几间注文的房间，或者是徛伫咧圣殿边仔的几间细间厝。迄个时阵所讲的上帝所赐的福气的意思，是只着农作物丰收，直到即个仓库满出来，阁有即个生养济济的意思。安尼来看，对希西家王的时代，一直到伫马拉基的时代。是伊奉献，其实是近东地区因非常实行的一个动作。对伫耶和华的子民来讲，即个提醒，即个命令，听起来是命令，或者是一个提醒，不过是遵守因一个原本就咧做的代志，现有的为着维持因的政府运作的一个行为。对伫因政教无分开的即个背景下面，其实伫遮所讲的即个是伊奉献，搁较接近咱所讲的即个扣税。扣税甲是伊奉献两项，拢是对乡镇来抽交互政府，放伫圣殿内底。然后对遮个五谷、油甲酒，平均来分配互遮个官员、遮个宗教人员来使用。就是拄则所讲的是维持因古代以色列规个政府甲运作，阁有即个敬拜的礼仪。是伊奉献，只是因所缴拢总的税的一部分尔。甲咱的情况其实真无共款，咱也毋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。安尼，咱要怎样重新来看即个是伊奉献？人检通偷摕上帝的物吗？恁竟然偷摕我的物，总是恁讲，愿伫什么事偷摕你的物？就是伫应该10%甲礼物，因为恁通国的人拢偷摕我的物，所以恁受当的咒诅。奉献定定是以人最中心的观点，也就是人来献互上帝。总是先知马拉基伫遮所讲的，伊煞是用上帝来做中心的。伊认为
一切的物件原本就是属地耶和华，只是上帝伊允准人保留一段时间，人只是将咱所保管的物件献互上帝尔尔。拼福气落来的应允，也就是拄则所讲，直接指着即个生养甲平安的应允，是互甲上帝立约的遮个子民，毋是干那互某物人、某一个团体，而且当即个限制是爱遵守上帝所规定的即个律法，才会得到上帝的感动。奉献，咱伫旧约遮所讲的，就是其实就是因规个管理政府，甲有祭司的中间，伫即个中间来做分配。毋过，若是讲到奉献，定定咱也会甲伊连结到伫新约，也就是罗马书12章有一段咱非常熟的，就是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劝恁，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，是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，无得甲即个世间相款，着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，互恁会明白，什么是上帝良善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这段咱也有真侪兄弟会晓暗念，这段也是一段时常互咱提出来做献身、做服侍的经节。总是认真来看，其实伫罗马书遮所讲的奉献，是搁较广阔、讲较无界限。毋过综合来看，咱应该问的问题，毋是咱应该奉献什么、奉献偌济，是咱什么物件是归伫上帝，是属伫上帝。是咱的时间吗？是咱的产业，或者是咱即马所受到的物件？因为当咱所讲，咱已经讲到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，才做替赎，安尼咱应该将咱全人献互上帝做祭物。因为对打了后，咱规个人拢是属伫上帝。毋过，咱也常时爱真警醒，咱所做的奉献，敢是上帝所喜爱的奉献？是敢是会当互即个群体做伙成长的奉献？或者是这是咱家己意爱安尼做？搁或者是咱的奉献袂那毋？我本身伫学生中心服侍已经第4年，也真感谢咱的教会对伫淡江中青团契，阁有学生中心正当工，以及我本身一直以来的关心。旧年也有侪兄弟来参加我的服务即个就任式。对伫侪教会会友的印象，学生中心就是每一年会出现1-2届来募款的一个机构。也就是特别是经济顶面的奉献，总是对伫学生中心的工作者，甚至是遮个团契，逐个团契的同工来讲，其实有搁较侪是伫时间，搁有体力顶面的奉献。亲像拄则咱的同工团契的学生，伫个拄则看到6位内底有几位等下，搁爱献诗了，礼拜结束了后，因搁爱赶转去台北因的母会来锻炼因的服侍。搁有因可能遮个团契内底一届虽然看起来是一礼拜一届的聚会以外，可能有一寡的团契因搁有中昼的聚会，搁有小组，搁有查经班，以及每一个团契因可能伫大细节期的时阵会筹备遮个活动，逐届的筹备的会议，对伫遮个学生因的时间顶面的压力。伫个即几年，我带同工团契第3年，也看到，其实我伫学生时代的时阵就认捌同工团契的学生同学。伫个即几年看到同工中青团契的改变。阁有伫个顶届来献诗的时阵，也有兄弟咧关心讲，哪会即摆的学生敢若1排？顶届献诗的时阵8位，即届6位安尼。受到咱兄弟的关心，同工团契其实是一个真久的团契，伫咱的印象内底，以前嘛是可能20-30个学生做伙来献诗，做真侪的活动，真侪的服侍。毋过，伫个即个时代的变换，咱看到即马，其
今仔日来6位，可能咱平常时聚会时阵上过十几位安尼。毋过伫安尼十几位、8位甲10几位即个中间，即个学生因所爱负担的，是即个团契所留落来的。以前即个30、40个学长学姐，因可能分配正事工拢变做是即马的学生因爱来做的。所以也是甲以前真无共款，真大的改变。伫我接即个团契了后，面对着遮个同工因一直咧提出一个疑问：阮敢搁爱继续做安尼的代志？阮搁爱继续即个南巡？今年是第12届，12届因出去即个巡回见证的即个活动第12届。阮即马剩6个人，敢搁爱继续安尼服侍？阮敢搁爱继续去马街来做探访？阮敢搁爱继续来锻炼即个小师班？每一个代志，若亲像拢是同工咧做那尔。同工是所有的客友上稳定参加的遮个人员。安尼的时间的压力，安尼时间的即个分配，因所爱付出的精神甲体力，其实是比以前搁较加。所以咧讨论是毋是爱而且即马同工的即马团契的人数减少，是毋是同工的人数爱减少？是毋是爱有啥物款的调整？伫咧即个讨论甲调整的中间，也需要有真侪的讨论。有时阵嘛会真困扰，是毋是爱继续保留一个的传统？毋过咱知影传统有时阵就变做一个压力。咱敢搁需要保留即个传统？毋过感谢主，因伫今年虽然我去做回来，毋过因干那5位、6位嘛是家己出去做即个见证，诗歌见证的即个部分，即个分享。时代变化真无共款，伫咧即个团契内底的活动、学生中心的即个时间的规划内底，有侪需要调整的所在。总是安怎做才是对遮学生上好的？安怎做才是即个学生中心必须要继续存在的即个意义？安怎做才是追求上帝的心意？诚做基督徒，咱其实一直拢行伫追求上帝心意的道路。但是什么是上帝的心意？却是咱时常爱警醒的。再袂无注意、无小心，就做咱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尔。共款伫马拉基书一开始第1章的时阵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我无欢喜恁，也无要对恁的手接纳礼物。毋过伊直到第3章，伊安尼讲，就用10分的1分送入虎口，用即个来试我。伫咧实境的中间，人伫顺境中，咱定袂记哩，因为上帝的祝福，袂记哩是因为上帝的保守，互咱会当丰收，会当平顺。亲像即个中建圣殿时期的以色列人，伫迄个时阵，咱所看重的是即个世间的虚华，较侪伫上帝的命令。总是咱的信仰，不只是倒去到伫圣殿，到伫拜堂，到伫团契即个建筑物内底，就会当得到成长的。信仰搁较需要咱不断经历着上帝的引带，更新自我，对伫即个世界，对伫咱的教会，对伫咱家己所身处的即个群体的人脉，诚实来面对即个群体。颠倒来讲，若是人伫逆境的中间，也无法度看到上帝一直存在的恩典，就亲像一开始所举的即个电影的例，这个贫困的囡仔，因的送乡，因的散车，无可能只我靠着即个放伫贵族学校内底即个义务教育，就得到解决。即群互人看袂起，伫社会中无法度徛起来的囡仔，检测真正有一位真
为着因设想的老师在等待因，伫因愿意回转、愿意倚靠即个老师的时阵，伊是看袂到迄个好伫倒位。上帝是至悬至大的上帝，伊无需要人来甲伊拜，总是伊甲对伊立约的人有无限的疼。检测人，咱一直互伊失望，咱一再犯错，伊犹原伫遐等待人来回转。伫迄个定着的日，要归伫伊丰盛的疼的内底，做伊特别的宝贝。当咱愿意活转伊，试看觅咧，就亲像咱等下所要吟一首的诗歌，上主的恩典，亲像泉水满满，伫伊丰盛的慈爱中间，咱会感受到伊犹原伫遐等待，搁一摆，甲咱相拄的迄个时刻，咱三甲来祈祷。怜悯搁满有疼心甲耐心的上帝，愿献上阮的感谢。无论阮伫什物款的境遇状态，你拢无放弃阮，也伫阮软弱的中间，差遣无共款的使者提醒阮。无论阮是好是歹，拢爱记得你不变的疼，用你所交代阮逐人的恩赐、财产，搁一摆来回转你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有够额的气力甲信心，安尼行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祷，阿免。